這個是什么？这一部分，税的費用。对，是的。然後還有這一部分，您看一下，這個也是您簽過字的。好，明白了。哎，顧總還有？不用了，有問題我會找你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顧總再見。嗯。吃饭呢？啊？怎么了？奶奶，我今天不太饿，可能上班有点累，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，去歇会儿吧。奶奶您慢吃啊。哎，好。真不吃了？我怎么看着锦溪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又惹她了？哪能啊？我怎么能惹她呀？锦溪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你可不能欺负她。哎，奶奶，我知道，现在她有您罩着，我哪敢惹她呀？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？赶紧给她换点好点的工作吧，要不然人知道了，那咱们顾家多没面子啊！我知道了。回头我就安排。来，吃个鸡腿。好。贺锦溪啊，贺锦溪，你跟南宫琉璃之间的恩怨跟我有什么關係？怎麼才能讓顧西城離那個南宮琉璃遠一點呢？啊，煩死了！何小姐，你委托我查的資料，我已經查到了。你放心，只要資料